我係鄭思俊，我係負責照顧張伯嘅保健員。咁我就會介紹啲張伯嘅背景資料，同埋講張伯嘅健康需要，根據個 case，同埋講一個張伯嘅健康需要嘅照顧方法。咁張伯係一個75歲嘅住喺院舍嘅院友。張伯有輕微嘅聽力問題，需要用助聽器。咁佢有需要聽力嘅照顧。佢有咀嚼困難，需要食水餐，因為佢好少牙齒，佢需要餵食嘅照顧。咁佢就有小便同大便嘅失禁，要用尿片，因為佢行唔到去廁所，佢需要小便同大便嘅照顧。咁佢日常生活嘅活動依賴好高，佢需要坐輪椅，因為佢嘅下肢好弱，佢需要協助去廁所，需要協助換衫同埋需要協助喐動。佢嘅胃口好差，因為佢嘅心情好差，因為佢啲屋企人好少去探佢，佢需要心理嘅照顧。咁張伯需要餵食嘅照顧，餵張伯嘅時候要話畀張伯聽要坐直，同埋話畀張伯聽要坐前啲，同埋話畀張伯聽要坐深喺個位度。餵張伯嘅時候，佢要保持清醒，小心食物嘅溫度、大細同埋質感，揀合適嘅餐具，檢查張伯嘅口，觀察佢有冇逐親，要將啲食物切細嚿少少，話畀張伯聽食嘢嗰陣時要咬得仔細啲，同埋之後先吞落肚。話畀張伯聽咬食物同埋吞食物嗰陣時冇講嘢同笑，同埋食啲腍同埋黐嘅食物嘅時候要小心啲，容許足夠嘅時間去咬食物。食完嘢之後要坐最少30分鐘。咁我就講咗張伯嘅背景資料，同埋講咗張伯嘅健康需要，根據呢個 case，同埋就講咗一個張伯嘅健康需要嘅照顧方法。